敢唔敢用半年時間喺經濟上、氣質上同埋能力上改變自己？大數據俾你睇到呢條片就係提醒緊你，係時候開始做呢幾件回報最高嘅事啦。第一，培養男女通吃嘅職場氣質。喺工作場合嗰度，如果你想有更加大嘅上升空間或者做管理者，最安全又有利嘅氣質底色就係踏實同埋專業。你同親朋戚友啲家長里短，有乜嘢不良嗜好，如果呢啲好 personal 嘅嘢你暴露咗啦，潛意識係會影響其他人對你專業性嘅評價同埋權威，所以俾人感覺你整齊、大方、精神同埋踏實做事咧，喺東方社會嘅語境係最男女通吃嘅氣質嚟。就算你本人未必係咁，都盡量喺工作時間往呢個方向努力一下。第二，堅持運動。好多人覺得身材唔重要，但係你睇起嚟健康嘅話，係自律同埋抗壓力好嘅象徵，對提升職場氣質有幫助。更加重要嘅係，我好多工作上或者交易上嘅啟發，都係喺運動嘅過程入邊獲得。第三，努力去模仿同埋學習。一個人賺唔到認知以外嘅錢，好多困難同埋迷惘都嚟自自己認知局限。高質量嘅書籍、演講同埋訪談啦，或者紀錄片都好值得去觀看。有時你會因為一篇文章、一句說話而醒悟，減少3至5年嘅無效努力。